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，一連兩期出咗排位版同埋排位第二槍。假若咁多位馬友有時間的話，請多多支持。近排收到一不少馬友就留言俾小兩，話小兩啲片就加咗字幕，但啲字幕又阻住啲視線。其實小兩就冇擺到啲字幕，呢個就係 YouTube 衍生出嚟嘅。大家就可以輕輕掂一掂個 mon 一下，然後右上角就會有個 CC 嘅掣，大家按一下呢個 CC 嘅掣，啲字幕就會消除晒。希望大家睇片嘅時候就可以順暢一啲。12月14號星期日，沙田馬場將會上演10場嘅草地日賽，頭場就開12:25，跑道就會用呢個 A 跑道，4場嘅國際1級賽。究竟香港隊可以直落贏4-0定3-1，又或者同外隊打成2-2平手呢？今日下午將會自有分曉。排位過後，賽事有3個變動，3、7、9場皆有變動。9場9號正義波退出，之前小兩喺排位第二槍就分享咗呢匹馬做配腳。咁究竟小兩會換邊匹馬去取代佢呢？大家睇到片尾就知小兩會買邊匹馬取代佢。今期嘅賽事6環就冇多寶，3T 就會有900萬嘅多寶彩金，估計一注獨中就會有成千百萬。第一口同第7口孖 T 亦都會有70萬嘅多寶。4場嘅國際1級賽，4、5、7、8場就各有200萬嘅多寶注入4重彩同4連環嘅彩池。中意刀仔腳大樹嘅馬友真係就豈能錯過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要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個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今期嘅騎師陣容可算係相當鼎盛，3頭馬車嘅世一麥道朗，本地冠軍嘅潘頓同天下第一嘅莫亞就成為騎師王嘅3大熱門。睇真啲，又係潘頓鬥麥道朗之局。上集小兩就話 M 記揸莊，咁就梗係一注獨買麥道朗啦。不過 M 記出馬就比潘頓多2匹，但又僅僅係熱過潘頓少少。小兩就睇好麥道朗，莊家就中意潘頓，相信周日都係二人之爭。小兩講得出就做得到，喺度就先買為敬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手執馬王加應高升嘅希斯出馬9匹成為練馬師王嘅大熱，但僅得2倍。4場冠軍都冇冠軍上嘅神仙就4.75倍成為次熱，但小兩兩個都唔太中意。4號嘅伍鵬志出馬8匹，7.5倍有多少邊線機會？仲有出馬4匹嘅何言，僅得就20倍。呢4匹精兵全部皆有座位望贏之實力，小兩就想小考一下。練馬師王小兩就分享4號嘅伍鵬志同埋8號嘅何言，唔知大家就啱唔啱心水？騎練有略略同大家傾過，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日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日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4場嘅國際1級賽，小兩之前就一場都冇同大家傾過。今集呢，就同大家傾傾最亂嗰場第7場香港一哩錦標1600米嘅1級賽，後金槍60嘅年代，上季就有遨遊氣泡喺麥道朗胯下保住呢個一哩錦標。不過今季隻遨遊氣泡睇落就無復當年勇，加上潘頓近2季騎過呢匹馬3次都從未贏過，上季仲要俾麥道朗幫佢贏3冠王，方丈嬲嬲地的話，會唔會係同你砌盡呢？大家自己就估一估。5號馬嘅標誌銀河
五彭志加呢個麥道朗嘅組合，呢匹6歲嘅澳洲 PP 來港嘅服役3季，取得8 Win 5Q 1T， 一里途程跑過10場，取得3 Win 2Q 1T 4負，呢3 Win 1里，全在呢個級制賽取得。再細分啲呢匹標緻銀河，過往跑過4場嘅一級賽嘅一里賽事就僅得1Q， 從未喺呢個一級賽一里就開胡。呢匹6歲仔上場剛剛就喺麥道朗胯下攻下呢個2級賽嘅1006米，排個2檔出閘咧算係最慢嗰匹。因應呢個2檔關係，沿途守住喺個內欄嘅尾3、4位置，入彎前仲要 check 一 check， 喺個貼欄嘅尾4位置轉入直路。出邊有手機標靶，中間紅運帝王埋邊第7，紅衫係安宇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光年魅力啦，越進歡欣啦，尾4內欄啊，標誌銀河啊，尾3外邊粉紅眼罩啊，閃星輝煌啊，尾2橙衫陽光勇士，依然響後邊呢係永遠美麗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和平波佔先少少，中間係合火奔馳啊，中檔位置呢慢慢已經上緊嚟啦，就係竹園啊，再大外到嗰邊仲有光年魅力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手機標靶，轉內欄上嚟係標誌銀河啊！最後200米到竹園就已經係透出咗圓欄打上嚟噶嘛，有標誌銀河外邊追，有越進歡欣大外檔仲有一隻陽光勇士，最後100米到標誌銀河向埋邊傳咗上嚟，咁啊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外邊追有越直路錯，麥道朗都算機警，偷入個內欄取位。拉士300經已湧上呢個第4位，250開邊，拉士85就趕過隻竹園，直奔終點而返，取得歷來第2場嘅2級賽勝仗。上場加個眼罩，換個麥道朗上去表現脫胎換骨。今場麥道朗建議換個開篷眼罩俾佢，相信都有利冇害。五彭志亦都表示，今場係此區歷來最好狀態嘅一仗。再加上麥道朗近3季喺呢個一里錦標嘅坐騎，悉數走入3甲，6歲仔更趨成熟，今次嘅機會同打比一樣，真係就一生一次嘅最好時機。又睇下麥道朗能否就把握時機，替此區攻下服役以嚟第1場嘅一級賽。今場揀膽，少量就信呢個麥道朗，揀呢匹5號馬嘅標誌銀河。仲有樣嘢，今場呢就越進歡欣退出，由呢個後備馬和平波補上。眾所周知，和平波乃係放頭馬，又係天意以及時機，加多咗隻快放馬入嚟，睇怕五仔今鋪都要多謝呢個羅富全配腳啦。要翻1號馬嘅神智勇進，聽聞呢匹神智勇進跑完呢場就會退役。呢匹7歲嘅日本代表，歷來跑過2次一里錦標，一場第2，一場第4，有晒經驗。上季更加喺杜拜擊敗前馬王浪漫勇士，岸上人正正就係今場嘅拍檔杜滿樂，隔晚又成15倍，認真抵博。要咗隻日本馬，唔爭再要埋另一匹嘅日本代表14號馬嘅巧手新花，李慕華嘅坐騎，隔晚就有10倍。上場就喺京都贏一個2000米嘅 Good One， 今場就唔去跑呢個香港杯，硬冚呢個浪漫勇士，縮翻400落嚟一里錦標，相信都心存大欲。少啦，想搏多隻冷門12號馬嘅手機標靶。呂健威加呢個韋紀力嘅組合，呂健威今場雙龍出海，少量就中意隻12號馬手機標靶多過隻11號馬嘅合火奔馳。不過兩匹都係邊線嘅冷門分子，大家記得唔好擺低佢哋。少量都捧韋紀力多啲。第7場少量就分享5號馬嘅標誌銀河做膽，拖翻1號馬嘅神智勇進，12號馬嘅手機標靶，同埋14號馬嘅巧手新花，又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。至於少量周日嘅投注策略，過往少量都未分享過大熱門啊，成日大熱門嘅孖寶，俾大家買到大熱孖寶就有。今集少量就分享第2口孖寶，頭關3號馬嘅增強，射落去尾關1號馬嘅勇者為王，再買多一口第2口孖寶，4號馬嘅喜連勁感。
同埋11號碼嘅共創歡欣射落去1號碼嘅勇者為王。最後就買埋條位置連贏過關嘅2穿3。第7場5號碼嘅標誌銀河做膽拖，1號碼嘅神智勇進，12號碼嘅手機標霸同埋14號碼嘅巧獸新花射落去尾關。第9場3號碼99維星做膽拖，4號碼嘅川河碎區，5號碼嘅開心三寶同埋6號碼嘅幸運多彩。小兩呢就揾咗隻4號碼嘅川河碎區頂替咗之前9場9號嗰匹正義波。喺度祝大家周日贏多啲，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